小朋友同大朋友，你哋好啊！今日福音一開始，馬竇就同我哋講耶穌嘅族譜，由亞巴郎開始，經過達美王，再一路數落去，講到約瑟，而約瑟就係瑪利亞嘅丈夫，瑪利亞就生咗耶穌。福音話俾我哋知，耶穌唔係突然出現，而係一步一步喺天主嘅計劃入邊嚟到世界。小朋友，你有冇試過睇一本故事書？第一頁就介紹呢個故事由邊度開始啊？馬竇福音就好似咁，佢一開始唔係即刻講奇蹟，而係先話俾我哋知耶穌係有家族故事嘅。族譜就好似一本家庭相簿咁，話俾我哋知耶穌係由亞巴郎嘅信德開始，經過達味王嘅勇敢，亦都經過好多唔完美甚至犯錯嘅人，但天主冇放棄任何一代人。最後耶穌就嚟到我哋中間，耶穌嘅族譜就好似天主拎住一本救恩相簿，同我哋講：一、耶穌係應許嘅成全，天主以前答應過亞巴郎，萬民要因你得福，又答應過達味，你嘅後代要有王權。族譜就係話天主冇失信，佢一步一步帶住歷史走到耶穌度。二、耶穌真係入咗我哋嘅人間，族譜入邊有光榮，都有混亂，有好人，都有跌倒嘅人，即係話耶穌唔怕我哋嘅爛尾人生，佢照樣行入嚟拯救。三、耶穌嘅家族連唔完美都可以被用到，族譜入邊甚至提到啲好特別嘅人物同故事，有啲人嘅背景唔簡單，意思係天主可以將破碎嘅嘢拼翻做祝福，將羞愧變成救恩嘅路。所以啊，馬竇一開頭講族譜，其實係用好喜樂嘅方式同我哋講，耶穌嚟啦，天主真係守承諾，救主真係入咗我哋嘅世界。喺族譜最後，福音提到約瑟同瑪利亞，約瑟係一個好安靜、好忠心嘅義人，佢冇講好多說話，但係佢用行動保護耶穌，照顧瑪利亞，完全信任天主嘅安排。瑪利亞就係嗰位勇敢答願意嘅媽媽，雖然佢未完全明白將來會點，但佢相信天主，願意成為耶穌嘅媽媽，所以耶穌嘅誕生唔單止係一個奇蹟，亦都係一個充滿信任、愛同回應嘅家庭故事。今日嘅福音提醒我哋每一個人都喺天主嘅故事入邊，就算我哋覺得自己好普通，或者覺得自己唔完美，天主都可以召叫我哋，好似佢召叫耶穌嘅祖先一樣。親愛嘅天父，多謝你透過約瑟同瑪利亞將耶穌帶嚟世界，求你幫助我哋，好似佢哋一樣信任你、回應你，喺我哋嘅家庭同生活入邊活出你嘅愛。阿們。